先抓妖。师姐，又是你！师姐，师姐，快出法器！猪妖伏邪。喂，你到底会不会？金光速现。猪妖伏邪。师姐，你没事吧？快去捉妖！师姐，你真的没事啊？我没事，你有事吧？啊？你忘了本门第一戒律了？作为一名捉妖师，斩妖除魔永远是第一重要的。你不去捉妖，你找我干嘛？我不是担心你吗？谁要你担心了？好不容易碰到一个货真价实的妖，就让你这么给放跑了。我又不是故意的。你还想故意怎么着？那妖怪狡猾得很，他已经有了提防了。再想找其踪迹，已经是难上加难。你错过了捉妖的时机，证明你根本就没把除妖戒律放在心上。可见你啊，修行不成，努力不够，辜负了我爹对你的期望。你简直就是愧对天门山的列祖列宗。师姐，姑娘，这位小兄弟也是担心你会受伤，才让妖怪趁机逃走的。我们姐弟俩在这儿说话，你个外人插什么嘴啊？你这姑娘说话蛮横无理。我们进军捉拿妖怪，你们姐弟二人添乱，以至于妖怪逃跑，你又怎么说？禁军？禁军了不起啊？我们可是替官府衙门捉妖的。我们可是衙门的人。哦，哪个衙门哪个官府？让那个官出来说话。要是欺瞒禁军，假冒官府之名，那可是罪加一等。捉妖也有罪啊！我凭什么告诉你啊？再说了，本姑娘不想跟你一般见识的。走，我们走。两位稍等，快！我本来只是想打探一下他们二人的来历，没想到把他们吓跑了。算了，但我看这两个人还挺有意思的，兴许以后捉妖还能再遇见。刚才怎么没叫我？我看来没有抓到老妖，又白跑一趟。大哥，现在该怎么办？只能明晚再来了。好，回去吧。这能瞒过师姐吗？要不，还是告诉师姐算了。我又不是故意的，都是那老妖害的嘛。
小维，王大哥，你醒了？你怎么坐在这儿啊？找我有事啊？也没什么事，我看大哥累了一宿了，怕打扰到你，所以就坐在这儿等着。我这就去给你打洗脸水。哎，不用了。小维，你的手怎么这么凉啊？你不会是在这儿坐了一夜吧？也没有很久，反正小维也没有事儿，等多久都无妨的。小维啊，我跟你说过了，我不需要人伺候，梳洗这种事情我自己就可以，你不用这么辛苦的。可小维不觉得辛苦啊。小维不会武功，也没有家世，不能帮王大哥捉妖，也不能帮你分忧。如果小维再不能帮你做些简单的事情，那我岂不是太没用了？你怎么能这么想呢？你没有欠我什么，你不用什么事情都为我考虑。王大哥，当日如果不是你救了我和彩雀，我们姐妹俩早就沦落街头，落入恶人之手了。而且这些日子，多亏王大哥对我细心的照顾，小维的救急才能有所好转。所以王大哥对我的恩情，小维是结草衔环也无以为报。就让我照顾你吧，要不然，你让小维如何能够安心呢？那好吧，那就有劳了。那我这就去给你打水。好了。小维，你真是心灵手巧，辛苦你了。不会，如果王大哥愿意的话，小维愿意天天为王大哥梳洗。公主向来都是开朗自信，如今忧郁多愁起来，倒是添了几分西子柔弱之姿。嘴甜舌滑，我哪有什么柔弱可人呢？小维，才是我见犹怜的西子美人。公主，我真不明白，那个小维姑娘再好，也不过是个平民女子啊，怎么能跟公主您相提并论呢？俗话说，皇帝的女儿不愁嫁，您可是金枝玉叶啊。如若真的喜欢王英公子的话，那不如就给他封官加爵，到时候他还能抗旨不成？那个时候，他的眼中也只有公主一个人，心自然就向着公主了。假以时日，便会日久生情，成其良缘。大哥，他不是那种趋炎附势的人。公主真是慧眼识英雄啊！难怪王大哥与你一结兄弟。放肆！小小民女也敢评论公主？巧儿，不得无礼。民女怎么了？王大哥也只是一介平民百姓，跟我姐姐正是门当户对。大胆！公主面前胡言乱语。你凶什么？我只是实话实说。若非姐姐善良大度，担心公主你心结未了，力劝王大哥回来，王大哥怎么会千里迢迢的回到京城来啊？姐姐凡事都为王大哥和公主考虑，不求公主相谢，但你也不能仗势欺人，与我姐姐相争，夺她所爱。你，彩雀姑娘，小薇和我相识以来，彼此相敬，我也从未以公主的身份相欺，你误会了。我会误会，还不是因为你侍女的一席话？没错，姐姐的身份是没有公主你尊贵，但她对王大哥是一片痴心。她身子柔弱，却随王大哥千里奔波，照顾他的衣食起居，无微不至，不辞辛劳。姐姐凡事忍让大度，我这做妹妹的可不希望她因此受到欺负。巧儿只是随口说说，并非有心，当然我也不会这么做的。公主，你没有这么想是最好。其实你应该比我更了解王大哥。旁人也许稀罕攀龙附凤之事，但王大哥不仅没有兴趣，反而还会排斥。天下男子谁不想鱼跃龙门？你又不是王公子，你怎么知道他会排斥？因为王大哥是个耿直重情之人，他有了我姐姐，便不会再看其他的女子，管她是金枝还是玉叶。
世间姻缘就跟门当户对才般配，公主配王侯，平民配弱女。听闻公主你是金皇，或许不久之后便要和亲，到时候你贵为一族王后，身份尊贵至极，跟我们这些平民百姓从此一天一地再无交集。交集不交集，由不得你这个小女子在这里多嘴多舌。公主是不能像你姐姐那样，只对王大哥一个人痴心，因为他心怀大义，身负重任，为了让你们这些平民百姓免受战火涂炭，安居度日。她虽是花样之年的女子，却要比你姐姐承受更多的痛苦。别说是你，就是全天下的百姓，都没有资格说她。还有，王大哥不爱攀附权贵，但他忠心为国，与公主志同道合，此情此义，比那儿女私情要重上千百倍，岂是一个外人能比的？这个人真讨厌，看我怎么教训他。他好像有点本事，还是不要惹他为妙。什么私情大义，本姑娘听不懂，懒得跟你们废话。公主身份尊贵，怎么能容忍一个小丫头在你面前放肆？我不想让大哥觉得我自恃公主身份，盛气凌人。这样的话，只会让大哥更加的疏远我。算了，我不会和他计较的。公主，你可以不论身份尊卑，大度不敬，但是不能让别人欺负，受这些委屈啊。娇儿姑娘，以后公主不愿意说的，你要替她说，别再让别人欺负她。是。姐姐，方才我本想戏弄郑吉，却见他身上有个短鞭，好像是辟邪的法器。听王大哥说，昨夜捉妖时遇见一对除妖师姐弟，那个短鞭就是那个叫庞郎的小子留下的，不知他们俩法力如何？庞郎，原来是他。怎么，你认识他？见过一次。姐姐，你别担心啦，那个庞郎啊，不过是个半吊子而已。我在他面前戏耍了他半天，他都不知道我是妖，不足为患。无论如何，你都要记住，妖与除妖师是天敌，还是小心为好。我知道了，姐姐就别担心我了。我劝你啊，还是早点对李靖动手，毕竟她是公主。若是她回了宫之后，真的听了那个巧儿所言，耍心机跟你抢王英，姐姐要下手就更难了。你要去哪儿？去会会那个半吊子除妖师。金光速显，助人符邪。金光符邪。傻子，哎，是你啊！上次别过，我还以为再见不到你了呢。哎，我们还真是有缘啊！什么有缘？我是特意来找你的。刚才见你一个人在喃喃自语，念什么法咒啊？哦，难道这周围有妖？要是有妖就好了。如今我跟我师姐已经花光了所有的盘缠，本来还指望除妖能向衙门讨些赏金什么的，结果功亏一篑，连我除妖的法器都给弄丢了。那没了法器，你还能捉妖吗？当然可以了，我是除妖师，只要有妖怪，我一闻就知道了。哦，
那现在你闻闻，这方圆几里内是否有妖啊？光天化日之下，妖都不敢出没，都是夜里横行。姑娘，你不用担心，这里很安全的。而且就算是有妖怪，我也会保护姑娘你的周全的。你自己都落魄成这样了，还想护我周全？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啊？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，自然是不能偷不能抢。本来是打算靠卖艺挣些钱，可我师姐说了，宁可饿死，也不能丢除妖师的脸面。都快饿死了，还要脸面干嘛？我看你那师姐啊，简直比你还呆。啊，要不我先给你些银两应一急，当做报答你之前请我吃饭。上次即使请你，说什么报答呀？而且我师姐说过，不能受嗟来之食，也不能欠人钱欠人情，所以姑娘的银子我不能收。我说你们这两师姐弟还真是人间极品，到现在都没饿死，真是万幸。也罢，本姑娘今天就大发慈悲，帮你一次。跟我来。快啊！各位，这只金钗呢是从宫里来的，至少值100两。今天谁喝得过我，金钗就归他，但输的人就要出酒钱5两。小姑娘好大口气啊！爷对这金钗可不感兴趣。如果你输了，让爷我亲一口如何？好啊，那就看你有什么本事赢本姑娘。彩雀姑娘，我看是算了吧，你不用这么帮我，万一输了，让他们占了便宜。放心吧，我彩雀可是千杯不醉，能喝过我的人恐怕还没投胎呢。这，都倒了。还有谁敢跟我赌啊？姑娘海量，在下佩服的五体投地。服了吧？真是个凡夫俗子，还想跟我比？啊？莫非姑娘是天上的仙女下到凡间？仙女又怎么样？能活得比我彩雀快活吗？啊，这些银两够不够你用？啊，这是你赢的钱，我不能要。我师姐说过。你师姐说，你不要再师姐说了。你呀，难道要本姑娘白喝一肚子酒吗？这些钱你必须收下。让你去衙门打听消息线索，好捉妖领赏。你却在这儿跟个醉女子打情骂俏，真是欠教训。捉妖能有几两银子啊？本姑娘才片刻功夫，就让你师弟拿到这么多。这是从何处得来的？是彩雀姑娘跟人家比试饮酒赢来的。你居然敢当街赌博！聚众赌博违背除妖师第18条戒律，与醉女子当街调情，有辱师门形象，违背戒律第3条。按照我爹你师傅的戒律，3日不得吃饭，罚抄戒律100遍。师姐，这次就算了吧，我再也不敢了。你这师姐怎么这么野蛮啊？她是你师弟又不是你跟班，怎么又打又骂呢？我师弟要怎么样，要你来管啊？我野蛮？你一个女子当众酗酒，是正派女子所作所为吗？哼！我告诉你吧，我行走江湖多年，见过放浪女子多了，别以为你自己有几分姿色就想诱惑我师弟。爱美之心人皆有之，你师弟就是喜欢和我待在一块，甘心受我迷惑。怎么样，你不服气啊？要是有本事，自己也长点姿色啊！看你一副凶巴巴的臭脸，大概
该除了你师弟之外，没人敢把你当女子了吧？我师弟怎么看，我要你来管啊！我告诉你，他心思单纯，你凭什么带他走歪门邪路啊？你是何居心呢你？他跟我在一起啊，开怀自在，随心所欲，哪像你管东管西，还拿那些个狗屁戒律压着他。我说你到底是他娘还是他奶妈？我告诉你，等我收拾完那个老妖怪，我再来收拾你这个小妖精。好啊，我还真想见识见识你那九流之术到底是怎么降妖除魔呢？你说谁九流之术啊？说的就是你。你说谁呢？小妖精？什么小妖精啊？你就是个小妖精。你说谁是小妖精？不要吵！不要吵了！闭嘴！都是那个什么彩雀，害得我连饭都没吃，晚上哪还有力气捉妖啊？师姐，那老妖前夜才受伤逃走，应该不会那么快就出来害人吧？你是第一次捉妖吗？妖怪会以你的猜测来行事吗？再说了，那妖怪受了伤，更需要精气和鲜血来疗伤，所以我们更加不能懈怠了。师姐，我看我们还是先去找些吃的吧，省得等妖怪来了，我们都饿死了，哪还有力气抓妖啊？你有银两啊？有，彩雀给的。早就跟你说了，别总跟他混在一块儿，不入流的妖女。她不是妖女。师姐，师傅去世都3年了，咱们姐弟俩相依为命，风餐露宿，到处抓妖惩恶。可眼下，日子过得一天不如一天，你还要我恪守除妖戒律，那岂不是自断后路？我觉得吧，彩雀说的对，人要学会变通。我看你跟其他臭男人一样，都是好色之徒。师姐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就是劝你要想通一些。想通什么？我看你就是受他人挑唆。你可忘了我爹你师傅的教诲，恪守戒律才能守住心性，才能发挥最大的威力，降妖除魔，为民除害。你真是辜负我爹疼爱你，传你衣钵，辜负他老人家的遗愿。师姐，我没有，我定当谨遵师傅遗命，谨守除妖戒律，以除妖惩恶为己任。哼，这还差不多。饿死了！哎呦，好饿，好饿！先吃点东西吧，好过没有？嗯。依大哥看，老妖还会出来害人。老妖近来连害数条性命，还险些加害3妹，他不会那么轻易离开的。我们一定要继续全城戒备，尽快抓到老妖。如果他不出来的话，难道我每夜守株待兔啊？表兄，是不是你捉妖不利，拖了大哥的后腿啊？你这就冤枉我了。我竭尽全力去捉妖，你却这么说我。要不然我们俩换一下，你去尝试煎熬的滋味。我李靖什么时候怕过？去就去喽。那你去啊？不行，你不能去，这太危险了。大哥，你这段时间太劳累了，来，多吃一点。今天的菜啊，做的特别的好吃。的确和平时不一样。哎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府里换了厨子。今天这饭菜，全是小维亲手做的。王大哥，萧公子，这是小维亲手为你们熬的姜汤。你们夜里要去除妖，这姜汤啊可以御寒。哦，多谢。这燕窝是给公主养颜补气血的。最近公主气色不好，应该多喝些滋补的补品。啊，小维，有劳了。小维，你真是太完美了。出得厅堂，入得厨房，温柔善良，周到细致。将来谁要是娶了你啊，简直赛过活神仙。夫复何求啊？萧公子过奖了。王大哥对我们姐妹俩有再造之恩，就算小维一辈子不嫁，
也要伺候好王大哥。我大哥很快就回南疆从军了，这沙场无情啊，生死旦夕之间，万一……看我说哪里去了？小维从小就喜欢听民间故事，每次听到孟姜女的等待和祝英台的痴情，就会忍不住掉下泪来。所以小维非常敬佩与自己所爱的人生死相随的女子。阿莫，你说实话，大哥心仪的是小薇吧？我是不是越来越没有希望了？公主与其这样烦恼，不如回宫吧。又是父皇派你来劝我的吧？是不是异族那边有了什么消息了？陛下只是想念公主，想公主回宫而已。阿莫，你觉得异族那边会因为我的伤疤而不再求亲吗？异族狼子野心，娶金皇公主本就是借口，只怕难逃宿命。阿莫，你去禀报父皇，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会遵从父命的。是，不管公主做什么决定，阿莫一定陪伴公主左右。彩雀这丫头怎么还不回来？公主，快进来吧。公主这么晚来找小维，有何事吗？哦，我睡不着，想和小薇聊聊天，不打扰吧？当然不打扰了。这样，我沏壶茶，咱们俩坐下来慢慢聊。公主，请。茶不错，清香透彻，这是好茶。公主见笑了。你在皇宫之中品过天下绝顶名茶，我这区区清茶又怎么能比呢？纵使见过再繁盛之物，也抵挡不过这清澈单纯来的珍贵。怪不得大哥会喜欢。这人世间百转千回、细水流长的事物，能懂的人又有几个呢？我明白了。他吞吞吐吐、欲言又止的，想做什么？哼！你自寻死路，莫怪我。小薇，我有一事相求。公主，请说。小薇一定尽力如公主所愿。小薇，我知道这件事情有点过分，但是我也只能求你成全了。你知道，我为了不去和亲，宁可自毁容颜，
但我最终还是难逃和亲之命。我也想好了，我绝对不会屈身于异族，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我李靖但求一死，也不要去和亲。公主不必多虑，说不定我们能找到全身而退的万全之策呢。身为皇族，在享受荣华富贵的同时，也意味着要做出相应的牺牲。所以，我想恳求你，还有5日便是七夕，我想请你把大哥让给我这几日，就这5日，李靖便死而无憾。小薇，好吧，我答应你。主人，我现在就去抓那个妖狐。慢着，分明已经到手的人，为什么还要让于他人？人世间的感情本来就很奇怪，搞不懂。主人，我们不要再等了。我倒要看看，他到底要干些什么。去那边把菜摘一下。是。哎，公主，我来帮你。不用，我自己来。公主啊，这些事呢不需要你自己动手的，让厨子、丫鬟们做就好啦，哪需要您呐？我大哥还有表兄，晚上要巡夜抓妖，必然很辛苦，要好好的慰劳他们一下。亲手做当然更显得有诚意了。我就说嘛，笑小侯爷哪用得着公主这么上心啊？原来公主是想像小维那样，用食物来抓住王公子的心呐。讨厌，你这个丫头。也不知道大哥会不会喜欢我做的菜。公主食尽了天下的美味，做的菜肯定比小维那种没有什么见识的乡下丫头做得好。王公子一定会喜欢的。希望大哥喜欢我做的菜吧。不过，巧儿很久没有见到公主像今天这么开心了。倘若王公子不了解公主的这番用心良苦的话，那他就是负心汉室的呆子了。巧儿，不可以这么说大哥的。大哥是心怀天下的好男儿，那些儿女私情，他当然是不会放在心上的了。姐姐在做什么啊？你看，这是我亲手给王大哥缝制的披风，不知道他穿上可好？全是一群痴情的笨蛋。那个王英呢，就是个木头，对他再好有什么用？你还没有经历过人间感情，那种滋味不是一语能够道破的。不经历也罢，还是当妖好，至少不用那么苦恼，更不会用这么笨的方法对一个人。那在你看来，什么才是聪明的办法？若是我喜欢一个人的话，那我就把他也变成妖怪，和我一样逍遥自在。那如果对方不喜欢你呢？这还不简单？那我就把他抢占了去，由不得他。彩雀，如果将来你真的遇到你自己喜欢的人，你就明白什么是情了。可是这情好折磨人，弄得姐姐这么苦恼。哦，还有那个李靖，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，做这样的傻事。什么事？方才我经过膳房，好生精彩，
那个李靖根本就不会做饭，差点把厨房的屋顶都给掀了，乱成一锅粥。差点被我们抓住，所以就隐藏起来了。这样下去何时才是头啊？老妖一天不出现，我们就一直守在那儿。大哥，还有没有别的办法？如果能找到那2个捉妖师，让他们帮忙寻得老妖的踪迹，我们就可以反守为攻，不那么被动。还是大哥说的对，我现在马上派人去找。哎呀，虽然白天补觉，但夜风凛冽，你看，熬得我皮肤都变差了。二弟，那今天晚上你就别去了，我自己去巡夜就行，也不碍事。你在府里等消息吧。啊，还是大哥体贴。不过静儿是不会让我待在府里的，肯定让我陪你一起去，好有个照应。大哥，你放心，我行的。好吧。啊！救命啊！救命！是静儿。怎么了？你看他的脸都变成大花脸了。三妹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还不是公主要亲手做饭给你吃啊，也是她的一番心意。三妹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是以后不要再这样了，知道吗？没事的，大哥，刚才就是一点小小的失误，下次静儿再给大哥做可口的饭菜吃。真的不用了。是啊。这次差点把我家厨房烧了，下次别再把我萧府烧成灰。我又不是故意的，哪知道那油浇到火上会烧得那么厉害啊！而且本来是想用水浇灭的，哪知道就烧得更厉害了。静儿，连油盐长什么样都不知道，做什么饭呢？萧小侯爷，公主天还没亮就起床准备了，忙了3个多时辰呢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。你们笨手笨脚把我家厨房都给烧了，还有脸在我这儿邀功呢？静儿，你的手怎么了？哦，不小心被油溅到了，烫成这样了。来，我帮你涂药去。来。忍着点。三妹，你何必这样委屈自己，要亲自下厨的？我从小养在深宫，衣食住行都由他人伺候，大小事情都无需操心。我自是多才多艺，可是却连做饭都不会。人各有所长，三妹不要再为难自己了。是我自己太笨手笨脚了，让大哥见笑了。不过大哥，父皇有令让我回宫，
日后就没有机会再做饭了。那以后我们兄妹再见面，也不知要到什么时候了。别担心，大哥，我没事，真的。三妹，我能为你做点什么，才会让你开心一点？大哥，我有一个心愿，还望你答应。只要我能做到的，我一定答应。无色无味，却开满人世繁华，是甜是酸，这滋味谁能解答？情话情话，在心上种一株花，这一生只等你